来最近嘛，未少的台湾人走到柬埔寨想要赚大钱，嘛是落入到诈骗集团的陷阱，记载人苦毒伶仃。导致个道命走出到柬埔寨的台湾人，讲到因悲惨的遭遇，讲这诈骗集团的手段是真粗残，若是无听话，拍甲做告白，甚至有人互拍甲喙齿落了了，两只脚的肉互剜掉，发炎腐人，互等伫个路边。 阁有人无啥会晓用电脑来拍字，是互修理甲规身躯大空细字，老血老地，上尾也互转卖，这个下场真凄惨。 双手男兄倒伫涂骹，物件来感满世界。本来当作讲去柬埔寨会使赚大钱，想不到是一场噩梦。该做去的人讲出真侪无人性的代志。恋情或者是殴打的话，老板会程序型跟主管讲说，就是怕我们听到那个声音，然后叫他们把音量调大声。 若无听话，就爱假释，已经是真平常的代志。因头路人到当地就踏入圈套，到远去时，爱因摕出手机啊，靠因拍字速度，若是无满意，就转卖，真正无人道。他被丢在路边，然后就是脚受伤，脚都有那种被刀子挖的受伤，然后他牙齿掉了很多颗，然后被直接丢弃在西港的路边。 诈骗公司手段真粗残，若无利用价值的，就会直接单掉退货，双脚拢受伤真空，要烂去啊！一直精神的苦毒，将人逼到强要起笑。骗入公司资料，然后被转卖，之后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是口齿不清，然后这边说什么神啊鬼啊，他身上也都是伤。 想要脱身无遐简单，只能苦苦等待相关的单位出手甲因解救。用最近强力的执法，就是希望讲阻止民众唔通回过跳入灰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